我而家咧就喺大圍嘅川南道，呢一組鋪咧就喺2017年成交咗3億。另外隔離依間紅茶冰室咧就喺2018年成交咗2.55億。再隔離嘅裕賓麵館咧就喺今年嘅3月成交咗2500萬。嗱，前面呢間腳底按摩叫做知足康咧，就係我哋今次嘅目標啦。佢地鋪面積咧大約800尺，另外仲有個自建閣樓都係800尺。呢個租客咧已經用咗呢個鋪10年㗎啦，咁而家係每個月交咗係92,000蚊。大圍嘅消費力咧喺新界區都算數一數二，我相信都冇人反對㗎啦。另外俾個 tips 你，如果你想幫襯呢個租客咧，就最好提早預約啦，因為我星期六嚟過咧就爆晒嘅。嗱，而家依間鋪咧售價只係2500萬。嗱，聯絡我咧，我仲會提供個驚喜價俾你。另外，如果有鋪位租售咧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我係 Gary Tong。